出宫去！仔细搜查，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。知道了。金太医，待会儿找到皇后娘娘藏的毒药，便要请您鉴定，是否有害静妃娘娘小产的那种蛇毒。老夫盼着鹰统领快些找到毒药啊！这个蝴蝶案呐，可费了老夫不少心血啊。好，咱们就在这里静候结果。索尔纳，朕在问你另一件事：害静妃小产的毒蝴蝶案，是你所为吗？皇上，皇额娘已问过此事了，刘公公也已经查过了，这件事跟臣妾没有关系。朕说过，你的认罪态度关系到你的命运。实话告诉你们，朕已经派英格尔去搜查你的坤宁宫了，每一个角落，每一件可以放东西的柜格容器，朕都让他们仔仔细细的查。好啊，那就让他们去找好了。如果真能找到，有根有据，臣妾便认罪。哼，认罪了？你太天真了。等他们验明了，那就晚了。就算皇额娘想保住你的妃位，朕也不会同意了。哼。所以说呀，如果你现在主动交代，朕还可以对你网开一面。鹰统领，鹰统领，毒药找到了，就在这儿。马上去检验。好，走。走。怎么，还不想承认？你是不是还抱着英格尔他们找不到毒药的幻想？皇上这是要诱供吗？皇上真是铁了心要把臣妾打入冷宫啊！皇上，参见皇上。皇上，臣妾招了，那几只毒蝴蝶的确是臣妾弄来害果真的。英格尔，毒药找到了吗？回皇上，一共找到了4种毒药，金太医已经验明，其中1种就是害静妃娘娘小产的蛇毒。你为何要害果真？皇上，臣妾做这些坏事，都是因为臣妾一直未能给皇上生下一儿半女。臣妾知道皇上不喜欢臣妾，皇上随时会废掉臣妾的后位，因此臣妾才对皇上宠爱的女人，甚至怀上皇上龙种的女人，都有着怨恨和嫉妒。那这些毒药，你又是从哪儿弄来的？那都是平儿从前从宫外弄来的。臣妾有特权，所以平儿出宫很容易。其实不仅是臣妾，其他的妃嫔都可以弄到这些东西。万岁爷，皇后娘娘说的是实情，后宫妃娘们可以在宫外找到这些东西，也可以从给他们瞧病的太医那里得到这些东西，所以防不胜防，奴才也是头疼啊。英格尔，奴才在。索尔纳，现在就交给你了，记住，这些日子不可以让他有任何的意外。这个皇上大可不用担心，臣妾绝不会自尽的。臣妾若是自尽了，便是对不起臣妾自己，也对不起皇上，也对不起臣妾的父母，更对不起让臣妾进宫的皇额娘。臣妾这么说，不会让皇上失望吧？好，话够狠，
罪够你，那朕就真的不用担心你的性命了。这个蠢货果然是他。皇娘，索尔纳其实并不蠢，他是非常有心机的。他真正的毛病，就是骄横跋扈、目中无人、自以为是、恶毒刻薄。不错，索尔纳有心机。他能做出这起精巧的蝴蝶案，说明他并不笨。他蠢在，就是不能正确领会哀家的旨意，还有皇帝所说的自以为是。皇娘，让您和儿子费尽心思的蝴蝶案，终于搞破了，值得欣慰啊。如今皇帝打算处置索尔纳，额娘先说一句，绝不能打入冷宫。冷宫生不如死，她是额娘的亲侄女，是你的亲表妹，她绝对不能进冷宫。朕不会把索尔纳打进冷宫的。不过索尔纳的种种劣行，如果还待在正妃位上，也不合适。不能给她妃位，只能是嫔了。可由后降为嫔，差别太大了。加上害果真之罪，皇额娘还要保住索尔纳的妃位吗？皇帝不是说，果真的事，索尔纳也算是主动认罪了。如果索尔纳死不认罪，让人头疼的蝴蝶案就会永远解不开。考虑到这一点，皇帝不应该从宽处置吗？他认不认罪，都是罪证确凿，难以狡辩了。皇娘，如果让儿子从宽处理，那儿子只能是出于对皇娘的孝顺，儿子不想让皇娘为此事太过难受。那额娘就多谢皇帝的孝心了。这是儿子应该孝顺皇额娘的。不过儿子也有一事想恳求皇额娘。索尔纳害董小宛之事，让儿子突然警醒到，他住在宫外很不安全，所以儿子想把他接回来。好，反正那块铁牌都已经移走了，就让他回南院住吧。不过事情到此为止，皇帝要遵守承诺，别再引起任何风波。谢皇额娘。今天多谢你陪我回来，这时辰不早了，赶快回去歇着吧。好，那妹妹就先回去了。姐姐能这么快便回宫，妹妹心里呀，真的特别替姐姐高兴。姐姐上次救妹妹之情，妹妹永世都不会忘记的。这事情都过去了，就忘了吧。真没想到这么快又回宫里来了，本来还以为会在宫外多待几个月，能等到皇上收回两魂旗旗印才回来。姐姐，皇上可真厉害，这么快就把太后娘娘给打败了。扣扣，瞎说什么呢？皇上是尊重太后娘娘的，可别乱说话。主子，奴婢不会将这些话禀报上去的。奴婢真心为主子回到宫里高兴。那日要不是奴婢随柳公公回宫，奴婢定会拼死拦住皇后娘娘。哼，反正当时你又不在场，随便你怎么说大话。知道得罪那个皇后有什么后果吗？是挨打问罪，还会变成鬼脸。扣扣，我说的是真心话。太后娘娘也绝不会让皇后这样害主子的。
因此，婉儿敢拼命保护主子。婉儿，我愿意相信你说的话。妹妹坐，谢姐姐。你们下去吧。是。想不到，经过短暂的折腾，耍尽了威风，索尔纳还是落魄了。要不了几日，便该姐姐登上后位了。索尔纳打姐姐那一记耳光，皇后娘娘便可以加以10倍的偿还了。那一记耳光，本宫当然要报。只是这索尔纳已经很惨了，本宫倒没那么计较了。他敢去毁董小宛的容，本宫对他还有些敬佩。只可惜，皇上居然救了董小宛。皇上不但救了董小宛，还借索尔纳之事，又让他重新回宫了。所以啊，本宫一旦登上后位，首先要花心思对付的还是董小宛。阿玛，这皇后还真有种啊！不过可惜慢了一步，弄得那董小宛又进宫了。阿玛以为太后娘娘是要保住皇后娘娘的妃位，因此并未阻止皇上。这次董小宛进宫不足为惧，还得乖乖地待在南院。哼，要彻底地解决这个祸害，需要时间，不能急。没错，这董小宛的戏还长，咱们跟皇上走着瞧吧。不过这如今大喜事儿是咱家的灵珠，虽经一番折腾，还是稳稳当当要封后了。阿玛，您这大摆3日的盛宴，虽然来得迟了些，这还是风风光光的来了。哎，基督啊，经过这一番折腾，阿玛的心思有变了。这次我灵珠真的上位，还是低调为好。别人大痛，我们大喜。尤其是太后娘娘心中不爽，咱们就不要太显摆了。哼，阿玛，您这心思变得好啊。儿子跟您说实话吧，如今您若还想大摆3日酒宴，儿子都想劝劝您了。你的心思也变了？儿子觉得现在宫斗越来越激烈，往后这一步一步，怕只会越来越凶险了。咱家得了天大的好，便躲在家里自己乐吧，没必要惹人眼目，招人记恨呀。好啊，好，你是越来越老练了，阿玛替你高兴啊。姐姐，妹妹刚从南院送完董小宛，就赶紧过来看姐姐了。这皇后落魄了，董小宛却回宫了，真有意思。不过妹妹，你在这后宫之中可是越来越如鱼得水了，在咱们皇上心中的位置，那也是越来越重了。姐姐，妹妹就是再如鱼得水，也不过是排在末位的小妃子而已。没准啊，过几天妹妹就要恭贺姐姐大喜了呢。妹妹啊，你说姐姐真的能封后吗？姐姐总觉得这兰贵妃的希望似乎比姐姐要大呀。况且我看皇额娘对兰贵妃比对姐姐要看重的多。姐姐，这个你也不要多想，这该来的呢，自然会来。再说，若是姐姐没有封上皇后之位，也没有什么损失啊，对不对？
那倒也是。姐姐，妹妹要告诉姐姐一件事。上一次加害妹妹的那个蝴蝶之案，是皇后娘娘干的。什么？是皇后？妹妹啊，这事儿你可确定是皇后做的吗？当然了，这可是皇上亲口告诉妹妹的，说是在皇后娘娘的宫房搜出那种加害妹妹的蛇毒，皇后娘娘没有办法，就只好招认了。哎呀，这个皇后实在是太狠毒了，该废。嘉婉，朕决定立即下旨废后，立荣贵妃为后。你不会再为索尔纳说话了吧？索尔纳的事，小婉不会再插嘴了，全凭皇上做主吧。那天如果不是朕及时赶到，还不知道会出什么样的结果。一开始索尔纳害你的时候，朕就应该废了他，也不至于让索尔纳嚣张到今天。皇上，别生气了。小婉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小婉向皇上保证，小婉以后一定好好照顾好自己，不让皇上为我担心。小婉，朕不在你身边的时候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要不然朕上朝都会担心你的。小婉明白。走吧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皇后博尔济·索尔纳氏自16岁入宫册立为后，数年以来，其所作所为，失德失仪，实不足为中宫表率，更遑论母仪天下。朕观其行，察其言，屡有劝告，而索尔纳毫无悔改之意。至此，朕终是忍无可忍，决意废除其皇后尊位，将其降为静妃，居咸福宫。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君不可一日无后。朕与皇太后商议后，得皇太后赞同称许，决定册立荣贵妃为皇后，居坤宁宫，钦此。诸位爱卿，都平身吧。谢皇上。诸位爱卿，由于后宫皇后及各级妃位有变动，因此朕决定晋升德妃佟佳氏为荣贵妃，原来的静妃果真迁为德妃。这个灵珠，他也没有得逞。虚名罢了。这会儿的灵珠，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心情。哼，活该，活该！
皇上和皇额娘竟然让多娜做皇后，多娜怎么可以跟本宫比？这简直就是荒唐至极！姐姐，消消气，消消气。姐姐，你可是本朝第一个皇贵妃啊，那是众妃之首。妹妹，你不用安慰本宫。皇后和皇贵妃，那可是差得远了。龙凤在天，凤只有一只，那就是皇后。这个朵娜，平日在本宫面前，那只有乖乖听话的份儿。而现在，本宫见了她，还得恭敬请安，自称臣妾。臣妾参见皇后娘娘。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，这叫本宫如何受得了？如何受得了？姐姐，这说来也怪了。姐姐登上后位，本是毫无悬念的，这当中一定是出了什么变故。这变故，在皇上上次想要废后之时，就已经发生了。这变故的根源，定是那董小宛向皇上进了谗言。董小宛，本宫要你死！姐姐，姐姐今天是不是高兴坏了呀？妹妹呀，还真是让你给说中了。姐姐居然被封为皇后了，我多娜会被封为皇后，明天就要住进坤宁宫了。旁的人都以为是灵珠封为皇后，住进坤宁宫。姐姐现在呀，还跟做梦一样。姐姐能封后，妹妹真是为姐姐感到高兴，真是太好了。这往后啊，妹妹就应该称姐姐为皇后娘娘了。哎呀，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妹妹快起来，来坐下说。实在是太高兴了。妹妹呀，姐姐虽然被封为皇后了，但是在无人之时，我们还是以姐妹相称，不必自称臣妾。好，那妹妹就先谢过姐姐了。哦，对了，也要恭贺妹妹呀。妹妹现在也是四妃之首的德妃了，这也是往前走了一步。姐姐给妹妹贺喜了。姐姐是大喜，妹妹只是小喜。真是没有想到，姐姐和妹妹两个最没有心机的人，居然得到这么大的回报。如今这索尔娜还有兰贵妃，指不定气成什么样子呢。姐姐，你始终有皇额娘护着家。姐姐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换做后宫的任何人，那都是要打入冷宫，生不如死。可姐姐还是保住了妃位，姐姐乃天生的贵人。我做了何事啊？我不过是想替后宫除害，替朝廷除害吗？姐姐只后悔与那贱人多说了2句话，皇上就赶到了。否则啊，今天的董小宛便会是一张鬼脸。她若自己照照镜子，那张鬼脸定会让她生不如死。除了董小宛的事儿，姐姐的那宗蝴蝶案，想必皇上和皇额娘也是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。淑妃妹妹，姐姐想要告诉你一个重要的秘密，但你要发誓，绝不可以告诉任何人。姐姐有何重要的秘密？你若不发誓，我是不会跟你说的。
好，那妹妹就发这个毒誓。倘若妹妹泄露姐姐的秘密半分，便会遭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淑妃妹妹，姐姐告诉你，那件蝴蝶案不是我做的。不是姐姐做的，那姐姐为何要认下这个罪呢？因为我也藏了毒害果真小产的那种蛇毒。他们在我的宫里搜出了我藏的毒药，经太医一验，便会验出那种蛇毒。有如今毁董小宛之事，皇上便认定那果真是我害的。如此确凿的证据之下，我又如何辩解得了？可我若硬要抗辩，恐怕如今连这妃位都保不住了。是在哪儿吗？这便是你的单纯，没有心计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皇额娘就从来没有与你计较过多。姐姐跟你说，若是换了任何一位妃子，胆敢和董小宛交往，还互称姐妹，姐姐敢保证，她的妃位是一定保不住的。可你呢？虽然已受了痛责，但还是升为了德妃。你想想，若皇额娘不同意，你怎么可能会被升为德妃呢？这一层，你大概从来没有想到过吧？姐姐，妹妹还真是没有想到这层关系。妹妹还以为只是皇上一句话便定了，妹妹也没有晋升啊。妹妹从静妃变成德妃，妹妹成了德妃是因为索尔纳降为静妃。这德妃又升为了贵妃，妹妹是没有地方待了才成为了德妃呀。你说什么？是你没地方待了才成为德妃的？哎呦，你怎么会这么单纯啊？看来这后宫的很多微妙之处，你都不是很了解。姐姐告诉你吧，你在惹得皇额娘如此不高兴的情形下，还能升为德妃，这就预示着你在后宫的前程啊，会非常光明的。众妃都以为你柔弱单纯，不适宜在后宫生存，他们却忽略了，这恰恰是你最大的优势。这个人不显山不漏水，不逞能不善言，他便悄无声息的成了我们大清王朝的皇后。多纳皇后。好一个多纳！之前我们还认定是灵珠所为。我曾经也怀疑过灵珠，可我更怀疑多纳。这多纳多聪明啊，他就这样瞒过了皇上和皇额娘。皇上和皇额娘认为他没有心机，他便是靠这个来打败灵珠，成为皇后的。
可姐姐何以认定是多娜害得果真小产呢？姐姐有证据吗？大家可都知道，这个果真和多娜平日里是最为要好的。多娜会害果真肚子里的孩子吗？你问得好，他为何要害果真的孩子呢？因为他虽然有2个孩子，但都只是格格，他没有阿哥。他没有阿哥，就会觉得心里不够踏实，那就会对所有怀上皇上孩子的女人都处处有所戒备。要是有机会，他便会下手。你想想看，如今有谁能够让果真如此相信？听姐姐这么一说，那还真是。赏蝴蝶那日，果真脸上抹的定是多娜给她的胭脂香膏。你还真是聪明，一提便知道了。方才姐姐还说，多娜会替姐姐报仇，这又是何意？多娜已经成功的成为皇后，如今她便会极力的想要除掉对她后位有威胁的人，而这个人便是离后位最近的皇贵妃灵珠。如果这董小宛还要在宫中待下去，势必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成为她的威胁。姐姐之所以之前没同你谈过这些，那是因为姐姐确实没多大的野心，也怕说起这些会惊着吓着你，说多娜姐姐怎么会对这后宫的水出得如此之透。现在姐姐已经身为皇后，有些事啊便不得不考虑了。不过呢，妹妹是姐姐唯一信任的人，姐姐希望妹妹能帮姐姐，当然姐姐同样也会尽力帮妹妹的。那姐姐要让妹妹继续和董小宛保持姐妹之情，这意义何在呢？果真啊，这意义可太重大了。你想，姐姐身为皇后，最应该防范的就是那些对姐姐的后位有威胁的人，而这个人首当其冲是灵珠皇贵妃，再接下来就是董小宛。要说对姐姐的威胁，这首当其冲的必然是皇贵妃，接下来呢就是索尔娜还有其他几位妃子。可是这董小宛什么都不是，她怎么会对姐姐构成威胁呢？妹妹，你想啊，这董小宛可是皇上最宠爱的女人，总有一日皇上定会封她为妃的。皇上会封她为妃？这不可能。再说皇后娘也是坚决不会同意的。妹妹觉得吧，皇后娘迟早会赶董小宛出宫。妹妹还觉得她怪可怜的。果真啊，你就听姐姐的安排吧。你要同那董小宛保持情谊，要随时随地的把她宫里的情况报告给我。你要知道，她宫里的情形对我们来说那是太重要了，明白吗？妹妹明白了，妹妹一定会定时的向姐姐报告董小宛的情况。只要本宫能在这皇后的凤位上稳坐着，不出3年，本宫一定会让灵珠从皇贵妃的位置上滚下来。到时候，这皇贵妃的宝座，姐姐给你留着。臣妾多谢皇后娘娘，臣妾誓死都效忠皇后娘娘。等本宫诞下阿哥，这皇后的凤位便是无人能动了。皇后娘娘显威了，许愿了，不错。果真想要的，皇后娘娘怎么知道了？皇上，这下兰贵妃恐怕要恨死小婉了。不会吧，她又不知道是你跟朕进的言。
皇上不懂女人，女人是最了解女人的，而且女人之间是有直觉的。兰贵妃又是个万分聪明的人，她肯定能猜到这其中会有什么变故。她知道又怎样？有朕护着你，不用怕。是啊，这块码头有皇公子罩着嘛，小婉怕什么？你敢说朕的堂堂皇宫是码头？你小心被别人偷听到禀报朕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所以小婉就当着皇上的面说啊，皇上就不好说什么了，是吧？这正如古人所云，明人不做暗事。调皮。对了，小婉，朕封兰贵妃为皇贵妃，这件事情，你是否会觉得奇怪、不可理解？老实说，小婉觉得皇上晋封兰贵妃这步棋走得妙极了，小婉深为钦佩。小婉虽然进宫不久，但已深知宫中的凶险。皇上虽然贵为天子，但其实也要受到种种掣肘。洪师傅跟小婉说过皇上的宏伟抱负。洪师傅说，朝廷局势复杂，新政推行也步履维艰。可是今天小婉看到皇上今日处事进退有度，举重若轻，小婉倒觉得皇上实现宏伟抱负指日可待。小婉，朕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。知道吗？有你与朕同行，朕不仅格外轻松，而且浑身充满了力量。你看，就立后这件事情而言，你帮朕多大的忙，让朕避免了多大的一个陷阱。你知道吗？朕觉得以后你还会帮朕更多。英哥，英哥，你说皇上他怎么会？扣扣，你应该叫英统领或者英大人。我怎么叫他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我还叫他小强子呢，管得着吗？你呀，真是没有规矩。英大人，英大人，啊，你得好好教训教训他。婉儿，每次扣扣叫我名字，我非但不生气，反而很高兴。我们在江宁的时候就随意惯了哈。所以呢，我跟扣扣的礼仪问题，你呢就不要再纠缠了，好吗？殷大人平时成语说的不好，他还挺会说话的，说的婉儿姐姐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，是吧，婉儿姐姐？是，奴婢明白了。扣扣呢，不仅有董主子护着，还有殷大人护着，所以呢，奴婢以后再也不敢指点扣扣了。话可不是这么说啊，该指点还是要指点，该教训呢还是要教训，要不然，扣扣这个野丫头，说不定哪天啊就犯下了尔天大错。不是尔天大错，是弥天大错。啊？嘿，小强子，本姑娘刚表扬过你会说话，怎么这么快又胡说八道了？殷大人，奴婢看得出殷大人喜欢扣扣。那扣扣要是日后在礼仪上犯了什么错，那都是殷大人纵容的结果，那就怪不得奴婢了。好啊，以后扣扣要是犯了什么错误呢，就算到我的头上。哎，对了，小扣子，你刚才想说什么？我想说什么？哦，你说皇上他怎么能封兰贵妃为皇贵妃呢？